覺得個人周身唔聚財，能量棘住咁，訂立嘅目標都冇實現過。今次真係有轉機啦！喺5月24號，Healy HK 香港團隊將會舉辦一場體驗活動，帶你深入認識 Healy。Healy 可以幫你揾到能量阻塞點，自動幫你調整到平衡狀態。無論你想追求事業成功、改善人際關係，定係提升學習專注力，set 定目標，Healy 就會為你校準實現嘅頻率。都市人面對嘅各種情緒問題，Healy 都有對應程式，例如針對壓力、焦慮、失眠等，撳個掣即刻幫你叉返電。就算親朋戚友唔喺身邊，Healy 亦都可以幫你傳送頻率支持俾佢哋。我哋樂活有方已經推廣咗 Healy 超過5年，擁有最完整嘅中文教學影片同新手使用手冊，就算你係新手小白都可以輕鬆上手。立即聯絡我哋報名參加5月24號嘅體驗活動，親身感受 Healy 點樣影響身心，任何人士都可以參加，費用全免，期待同你一齊共振提升。